232首，我心乌罗子。这条圣诗非常特别，咱来练全首的原因是因为它有副歌，阁有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咱唱的时，先唱副歌，唱2届，阁来是第一节，阁来副歌，阁来第二节，阁来副歌，阁来第三节，上落尾副歌阁一届。咱先抒琴先来弹一届。开始唱2届才第一节咯。咱唱的时啊，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咱咧请黄牧师来唱。来，煞接咱来唱圣诗403首。主差遣我，这首歌嘛是爱同款4节连做伙甲唱互煞。
咱来请苏琴。有没有一下子四十就唱无煞？来，咱过来，圣诗379首，咱唱第1节甲第4节就好。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伫即个天气有缘变化的时，阮来到你的面前。今仔日是中秋主日，求你开阮的心，开阮的耳孔，听今仔日牧师的讲道，互阮搁较明白你的道理。咱要礼拜进前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来，备办咱的心，请走个。
请起立来吟圣诗。请起来吟圣诗232首。下遍你笼中的罪过，你和你笼中的白天，求你生命看你希望，眼睛来主比水里面流。亲像白雾跨有天伊的行子，上主呀你定为因为你在咱的体境，相逢咱是同胞。请坐。咱三个额头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满心阿罗你，你是万美的源头，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你是独一的真神、全能的上帝。主爱天父啊，你是阮源头的源头，你的恩典长跨高深，你的信实直到永远。你是阮脚前的光，路上的灯。你拍破阮面前的黑暗，你嘛是阮的力量，互阮伫困境中悠然徛立。伫忧伤的时，你互阮安慰；
这是阮永远的外靠。今日是中秋主日，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准备受难的日子。天父上帝啊，阮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子，替阮死伫十字架顶，用伊的宝血洗清阮的罪过，互阮因为信就得到赦免，成做新造的人。阮也照着耶稣基督的骨活，得到永远的活命。阮感谢你赐下信心，甲阮伫地，因带我接受你的教示，互各人拢通入捌你的旨意。天父上帝啊，伫现今世界，阁有各样的灾难，国甲国相战，人甲人相争。阮感谢你，伫这个时阵，犹原赐互阮平安，因带阮来通到你的面前。今年是公园教会70周年，阮求你看顾阮的教会，互阮所想的拢是上帝的代志，毋是人的代志。互阮所做的工，都有下着你的旨意。赐互阮谦卑的心，互阮知阮所做的是毋是我靠势力，嘛毋是我靠才能，是靠着你才通完成。阮求你帮助阮有信心去做工，伫这个世界来显明你的公义甲恩典，为你做见证。阮毋望来成做你的器具，你是阮的主，阮是你的仆人。你有完全的计划，美好的安排。阮祈祷信心一直甲阮伫地，互阮拢有同款的心志，同款的疼心，看别人比家己较高，用互相疼痛支持来完成你所交代的代志。下面的时间，请你看顾，请信心甲阮伫地，开阮的心门，请你对阮讲话，互讲的、听的，拢受到感动。安尼感谢，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来稍甲交读上帝的话，圣诗伫圣诗后壁的启文第62篇，也嘛是腓立比书第2章。我来去先下这来。既然你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你甲信心有交集，恁就有同款的心志，和谐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毋通追求虚荣。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就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反正拼空家己，取罗卜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这些一切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父上帝。三甲来讲授上帝的话，圣经记载伫新约马可福音第8章31节到38节。我用台语来念：耶稣开始教示门徒讲，人子一定要受真侪苦难，互长老、祭司长。甲经学教师拒绝，阁互人害死，
3日后去活。伊将这个代志清清楚楚甲因讲，彼得就求耶稣去边仔，甲伊责备。耶稣活过来，看门徒责备彼得，讲：撒旦，闪开！你受的毋是上帝的代志，是人的代志。然后耶稣甲群众甲门徒叫我来，对因讲：要对我的人，就完全否定家己，举家己的十字架来对我。因为要救家己的性命的，会相信性命，为着我甲福音的缘故，丧失家己的性命的，会救着性命。人得到全世界，却丧失家己的性命，有啥物利益？人会当用啥物代价来交换家己的性命？伫即个淫乱邪恶的世代，人若因为我甲我的话感觉见笑，人子伫伊的白的阳光中，甲圣天使来临的时，嘛会因为伊感觉见笑。圣经读到这，愿上帝祝福顺传伊话的人。即时，请圣歌队来学录，因所要吟的诗歌是《樟树记》。
这是请赖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写记的性命。两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教会的中秋节节的主日所以咱会当伫教会看到这个布置，是因为要纪念耶稣基督对这礼拜开始到后一礼拜的主日过活节，这个礼拜拢是主耶稣基督的受难周，所以望咱会当透过这个节期的过程，搁一摆做伙来思想耶稣基督为着咱来伫世间受难、受定十字架死、搁活的意义，甲对咱的影响，咱搁一届三甲来祈祷。主耶稣，阮感谢你，伫阮还未出世之前的2000多年前，你就已经来伫世间，为着阮众人来出世、来受掠、受定十字架顶来死。主耶稣，你搁对死搁活。互阮有永远的盼望，伫即个受难周的过程，求主搁一届透过圣心引带阮每一位兄弟姊妹，通搁一届纪念思想耶稣基督为着阮众人受苦受难的意义，嘛互阮搁一届思想阮决志要跟对主耶稣脚步的目的是啥物？求主你搁一届透过你的话语来提醒阮每一位兄弟姊妹，阮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圣尊名，阿门。今仔日的经文记载伫马可福音第8章，是耶稣拄行了新约。耶稣有行啥物新约？5块饼、2尾鱼，搁有用7块饼饲5,000人，甲4,000人食的大新约。佮有互青梅得到看见，摆开会当行路。所以当耶稣行了这新约了后，伊就问众人甲门徒讲：恁敢知影我的身份到底是啥物？因为迄当时的人拢认为耶稣就是一个会晓行大新约的大先知，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总是耶稣的门徒彼得。就马上回答耶稣讲：主耶稣，我知你是基督。两位兄弟姊妹，基督是啥物意思？基督是希腊文 Christo 的翻译，伫希伯来文叫做弥赛亚，意思就是高抹者。所以不论是基督或者是弥赛亚，意思拢是讲。耶稣是一个受到上帝所膏抹的人。迄当时受到膏抹的人，有君王、有祭司，嘛有先知。所以耶稣同时嘛符合君王、祭司甲先知这三种的身份。总是彼得，伊敢若知影耶稣是基督，是上帝所拣选的君王。总是伊无明白主耶稣。受拣选的目的到底是啥物？因为彼得是用人的眼光来看基督，较毋是用上帝的眼光来思想基督来伫世间的目的。所以迄当时真侪人，就亲像彼得共款，认为耶稣基督来伫即个世间的目的，就是要杀倒迄当时真残忍的罗马帝国政权。因为罗马帝国带来这个暴力、这个纷争，至到这个犹太人、以色列民，因盼望有一个新的国王会当来引带因起造新的一个国家的国度。所以彼得认为耶稣来，就是要取代地上的罗马帝国，来成立一个新的以色列国。当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圣城时阵，百姓甲门徒拢欢迎耶稣基督入城，所以就亲像咱的圣歌队拄则摕即个樟树枝进入圣殿共款，咱的椅仔的两边拢有即个樟树枝，嘛象征耶稣基督来伫咱中间，
百姓毋若安尼，佮将家己的衫铺伫即个涂骹，就亲像咱前几礼拜伫咱教会有办啥物？办婚礼吼，咱的真诚执事甲恩宣姊妹伫遮办即个婚礼，所以遮的新人就行即个红地毯。迄当时的百姓共款甲衫铺伫涂骹，互耶稣基督就亲像压制一个君王的规格来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所以百姓真欢喜，因为耶稣要取代现在的国家的国权。耶稣的门徒跟对耶稣3年久的时间，因嘛期待讲，将来当耶稣成做新的国家的国王的时阵，因会当嘛得到好处。有的坐伫耶稣的正边，有的坐伫耶稣的倒边，同款拢有遮的权利来治理国家。不拍算，当耶稣讲了后，伊就教示门徒讲：恁主来。要受到真侪苦难，互长老、祭司长、甲经学教师来拒绝，搁互人害死。第3日要去活。当耶稣的大门徒彼得听耶稣伫众人的面头前安尼讲，伊要受死的即个话时阵，彼得马上的反应是啥物？耶稣来啦！你较会当安尼讲？好，你是？将来要继承这个新国家的国王，新的领袖呢？你讲你要受死、受定、受到出卖，安尼，这个国王想要来做？安尼，阮军队你3年久的时间，到底是为着什么啊？你要讲这句话之前，较会无先甲我讲一下。这个彼得嘛真大牌吼，骂耶稣，佮骂耶稣讲，你要讲这个话。较伫上台进前，无先互我看过啦。所以你无照台词来讲啊，这百姓因是要甲你迎接你做王，结果你讲你要来受死。那安尼彼得想讲，阮军队你遮尔久的时间，你若丧失了性命，将来阮要安怎？敢讲阮搁要转去掠鱼吗？彼得较早会。工作就是一个掠鱼的人吼，所以咱会当看到讲，当耶稣门徒彼得听到耶稣安尼讲的时阵，因的反应真大。没想到耶稣伊的反应更较大，马上就回头甲彼得责备讲：撒旦退去我后壁，因为你所想的是人的意思，毋是上帝的意思。耶稣无因为彼得安尼甲伊责备，伊就抽摕耶稣反倒伫众人的面头前，佮甲众百姓叫我来，甲因讲：恁若要对我，就爱完全否定家己，举家己的十架来跟对我。这句话是啥物意思？这句话主耶稣是要互世间人了解，会当明白上帝国的价值观比世界的价值观佮较要紧。恁追求的是一个世界的价值。总是耶稣来是要成全上帝国的一个意义。咱看世界价值观，咱是毋是一世人拢为着要争取家己的好处，为着要有好的学校来读，有好的工课来做，为着就是要赚搁较侪钱，有家己的遮的财富、名声、地位。总是上帝国的眼光，较毋是为着要争取家己的利益。反倒是为着要成就上帝国来牺牲家己，愿意付出、受苦、受人侮辱，甚至愿意为着上帝国来牺牲家己的性命。各位兄弟姊妹，彼得伊高举的是耶稣基督，伊认为耶稣就是一位将来的君王，所以爱甲伊抱悬悬，互伊伫高高在上的地位。总是耶稣来伫世间。伊所展现的是一个高举十字架，毋是高举家己，是一个牺牲的疼。所以耶稣道成肉体，成做人，为着要完成上帝国的旨意。耶稣谦卑服侍，无看家己比别人较高。
咱有当时拢会讲啊，彼得实在是真不长眼啊！总是我要讲的是，彼得的想法敢有毋对？有当时啊，我感觉彼得嘛真冤枉。彼得为什么会安尼讲？是因为先知以赛亚伫主耶稣降生进前几百年前，就已经有言，将来有一个红婴仔要出世，伊要成做这个世间的王，伊要承接大卫的宝座，伊要承接伊的王国。伊是显明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在的天父，和平的君王，万军耶和华，伊要成就这款的代志。先知的预言，对以色列人、犹太人来讲，拢是真清楚、真大的愿望。所以，因相信这个罗马帝国的统治只不过是暂时，将来上帝要为因备办一个新的国王来承接过去伫大卫王朝所承接的这个国度。所以，彼得、门徒因拢期待耶稣就是这位要来统治这个世间的王。总是耶稣来伫世间的目的，毋是要做这个世界的王。是要为着世间人来赔命，代替人承担罪恶。直到主国活的时阵，伊才受到上帝的尊严。这一切目的，拢是要互人明白，基督的信仰毋是无价值的。基督的信仰是一个重价的救赎。当咱愿意决心跟对主耶稣基督时阵，咱就爱学习用上帝国的价值观来面对世界，较毋是用世界的价值观的眼光来看这个代志。箴言讲，当咱要受到尊严进前，就爱学习谦卑。所以耶稣基督伊来伫世间，伊真做咱的模范，为着咱世间人赔命、承担罪，嘛就爱咱学习谦卑家己。各位兄弟姊妹，基督教的信仰真重要的一个中心，就是牺牲家己啦。国语讲舍己的生命，咱常常咧讲舍己，到底舍己是什么意思？伫台语汉语本讲舍己是否定家己，北克咧台语版的圣经讲看无家己。我较介意北克咧版的翻译，看无家己。伫我过去台南市学院黄宗辉院长伊嘛安尼讲，咱着爱看无家己。看无家己是什么意思？看无家己，甲佛教讲的无我的境界是无共款。佛教追求四大皆空，啥物拢莫去想。总是人有七情的六欲，咱敢有法度啥物代志拢莫想。亲像最近时间较济，昨暗嘛是倒咧眠床，头脑佫哭咧洗。我甲家己讲，着莫想啊啦吼，交互上帝，莫去想。总是莫去想嘛是想啊。咱愈想要莫去想这个代志，咱愈会去想这个代志。所以有诶讲，我食素食，我无爱食肉，咱心内敢会喵喵讲，我其实嘛是想要食肉吼，所以有这个素食家啦吼，看起来是素食，总是这外表看起来吼，那亲像一个鸡肉安尼。所以人无法度，啥物代志拢莫去想。这个舍己的生命，意思就是讲，咱爱尊主最大，咱爱有尊主最大的性命。尊主最大的意思是啥物？就是将耶稣基督放伫咱的头前，将耶稣基督放伫咱心中的第一位，互耶稣成做带咱头前的路的这个主。所以咱有一句话讲，互基督成做咱家庭的主，基督是我家之主。咱毋是家己做主，咱是互基督做咱的主人。因为耶稣基督为着咱赔命，原本咱应该因为犯罪爱受死的灵魂，借着耶稣基督对死搁活，来得到永远的活命。所以咱会当跟对基督，咱的性命才会当得到救赎。
当彼得阻止耶稣受苦的时阵，耶稣责备伊，佮当众人的面头前讲，要对我的人，就要完全否定家己，拿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我。因为若要救家己性命，反倒会丧失性命。为着我福音的缘故，来丧失性命的人，会得到救赎的性命。这句话其实嘛是上帝对我的呼召。过去捌分享，我伫退伍了后20几岁青春少年家的时阵，我人生的目标就是要赚1桶金啦，1桶金就是100万。我人生的目标就是将来要买车、买厝，要有家己的家庭。这敢毋是咱常常讲的吼，人生的胜利组，成功的一个方程式。这敢毋是咱每一个人一世人所要追求的目标吗？总是当我安尼想，开始拍拼做工课，无暝无日，常常加班的时阵，有一个声音甲我讲：你的人生敢干那只有安尼？你的一世人敢干那只有做工课，为着趁钱、娶某生囝，你就满足啊吗？我就想着讲，为什么我会出世伫基督教的家庭？为什么我有这个机会会当自细汉就享受伫基督的恩典，佮会当无受到阻挡，就会当受洗礼，成做基督徒，成做上帝的儿女？我哪想哪毋对，我较会无爱问主耶稣讲：主耶稣，你为我赔命，为着我付出性命的代价，我应该，我的后世人爱为你，要安怎来活？我的人生要安怎过？才牵得达得住你的竞选？台语有一句话讲：莫问你会惊啦。我无问就无代志，一问主耶稣就甲我讲：人若要跟对我，就爱看无家己，爱去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我。我问耶稣讲：那安尼，我要爱安怎做？主耶稣讲：你就爱牺牲家己，你就爱拿你的十字架来跟对我。什么是牺牲家己？看无家己的意思，就是讲咱的人生爱去调整咱的价值观。咱毋是追求世界的价值，咱是爱超找上帝国的价值。过去我所追求的是我家己的利益、人生的目标、权势地位。总是主耶稣，伊嘛为着咱离开天顶的宝座甲权势，咱就爱学习主耶稣，互主成做咱性命的主人。拿家己的十字架，意思就是莫看家己。总是莫看家己，咱有当时会变做莫看家己的问题，对无？家己有问题，家己嘛忽略，莫去看。总是这莫看家己的意思是讲，莫去看家己真做牛。咱爱面对家己的问题，对付家己的问题。所以主讲爱拿什么人的十字架？家己的啦，吼，毋是别人的。咱爱面对家己性命的这缺点、这软弱，咱爱勇敢来对付咱性命中的欠缺。拿家己的十字架进一步来讲，就是遐会阻挡咱行往上帝国价值观的思想甲行为。过去我是一个自私的人，我惊我家己无够食、无够穿。啥物拢毋敢甲人分享，总是上帝国的价值观要爱咱学习，施比受更为有福。咱得爱分享的过程，咱才会当领受上帝的祝福。过去我是一个骄傲的人，总是上帝爱咱学习谦卑，看别人比家己较牛。咱毋通无看到家己目睭眼睛的目眶。却去看人目睭内底的刺。过去我是一个信心软者的人，
总是上帝提醒我，都爱刚强壮大，因为咱毋是倚靠家己的能力，咱是靠着耶和华的圣心来成就代志。各位兄弟姊妹，咱有当时啊，咱拢无看到搁较要紧的，就是永远性命的价值。咱若要举家己的十字架，有真要紧的3项代志，咱爱来学习。第一，咱爱诚实面对家己，咱毋通认为家己拢无问题，认为家己拢无缺点，认为家己拢已经改进了。咱着爱用真诚实的心来承认家己的软弱，承认家己阁无够野。第二，咱着爱用无放弃的耐心，持续面对咱的这软弱的问题，去对抗伊。第三，咱着爱勇敢来对抗咱心中的罪过，这款的决心。咱爱下决心，将咱的罪甲主耶稣同款钉伫十字架顶，互咱的罪来抵着死。这款的过程真无简单。亲像咱知影，有的人要改婚、改酒、改一世人拢改袂过。我过去伫学生的时代，我嘛犯着爱拍即个电脑的电动，想要改嘛改袂掉。我常常甲上帝祈祷讲：主啊，你敢会当互我改掉即个歹习惯？总是我的内心，阁有一个声甲我讲：啊，阁过一关就好啊，阁拍一场就好啊。阁过一关，阁拍一场，就到天光啊！我甲上帝讲，好啦，我到即个1年、2年、3年，我就袂阁算啊。总是到专科4年、5年嘛，阁咧算。我想要改变，总是我心内有另外一个溃烂，甲我抽掉咧，互我无法度下决心。我实在心内真痛苦。我专科5年的时间。为15岁到20岁，我拢毋知影我到底咧读啥物册。虽然读电机总是逐礼拜咧上课，拢一边上课一边感觉拄久真无聊，因为这毋是我的兴趣。当我搁一摆甲上帝祈祷的时阵，我望上帝会当改变我的性命，上帝就回应我，呼召我，是毋是愿意一世人来跟对伊的脚步？互我明白，伫我的人生生命中，有搁较要紧、搁较重要的价值，是我应该爱去找找。当我明白生命的价值，比伫我伫遮个忙碌的世界所争取遮个利益搁较要紧的时阵，我终于愿意放下我的一切。过去伫电脑网络所得到遮个好处、遮个分数，其实当电脑关机了后，啥物拢无。我认为我明白人生上要紧的是，一世人爱活出上帝国的价值。所以当我安尼回应上帝，愿意跟对上帝的脚步时阵，大家认为讲是毋是安尼就真顺利？上帝就嘛真欢喜，我愿意回应上帝的警调。无呢，上帝是一个真严苛的一个考官。伫我决心要跟对上帝脚步时阵，上帝甲我出2个考题。第一个考题是：我敢愿意为着跟对上帝，我愿意放下家己的工作事业。我迄当时拄仔要拍拼，趁我一世人第一个100万。我拄仔要拍拼，要趁着我的买一台车，甚至我5万讲将来家己会当买厝。我真正有去买厝呢，总是最后互我老母骂啦，讲你买这厝要创啥？我开1000块付这个定金总是阮老母讲你唔通黑白浪费钱。总是即摆若看起来，迄当时买400万的老仔厝，即摆应该有1000万。毋过上帝甲我提醒，我是毋是愿意放下这一切？
第二个课题，上帝问我讲，我敢愿意为着军队主的脚步离开我所听厝内的人，我的故乡。这两个课题真无简单，因为过去我愿意离开电脑网络的世界，是因为这是一个娱乐。毋过上帝要爱我放落我上要紧的工课，甲厝内的人，这是我的使命。上帝讲，手下咧尾后壁看的人，无适合进入上帝国。这句话真做伫我眼前真大的一个提醒。上帝提醒我，毋是讲为着上帝，我着爱亲像不孝子，亲像我会当看天食饭安尼，啥物拢毋免管。上帝互我的提醒是，我是毋是愿意为着上帝国，将上帝放伫我生命中的第一位、第一个次数。就亲像咱若咧穿即个咱的衫、咱的纽仔，第一个纽仔若无先用好势，后壁的纽仔就拢袂整齐。上帝要调整我生命价值观的即个次数，互我明白上帝才是咱生命的一切。所以，当咱将上帝放伫头一位的时阵，上帝就会当来调整伫咱生命中其他的需要，无论是咱的经济，无论是咱的家庭、咱的囝儿事事，上帝拢会为咱来陪伴。总是咱若无将即个次数放互好势的时阵，咱就会掠遮的家庭、咱的事业、咱的目标，真做上要紧的。上帝的应允就摆伫后壁。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信仰观念的调整，互我知影军队上帝的脚步是一个永远活的愿望，总是需要爱先付出代价。当我决心要军队主的时阵，我的同事甲我起笑，我厝内人嘛烦恼，我的经济到底有问题啊无？总是我相信，当上帝拣选我，毋是我选择上帝，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牺牲，伊的性命显明耶稣基督对我无条件的疼甲包容。互我过去虽然伫即个青少年的时期，我常常做无好的代志，甲人冤家相拍，搁伫即个电脑网络沉沦几啊年的时间，总是上帝无弃嫌、无弃杀，因为主耶稣已经为着我来赔命，互我明白，伫即个世间有更较要紧的价值，毋是即个世间所有的一切，是爱得到永远活命。是即个世间一切价值所无法度取代，嘛无法度抢夺。马可福音第8章36节到38节，则讲：人得到全世界，丧失家己的性命，有啥物利益？人会当用啥物代价换家己性命？当咱愿意军队主的脚步，咱毋通惊见笑，毋通惊人起笑，嘛毋通惊咱丧失一切，因为咱所得到的是上帝永远的恩赐甲福分。我甲上帝祈祷讲，无论你要爱我去倒，我只有求一件代志，就是上帝你对我的脚步陪伴我行未来的道路。因为我知离开主，我啥物道拢无。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今仔日伫教会中秋节节，咱会当做伙来思想。伫咱的心中，咱的十诫是啥物？咱的十诫有可能是咱一世人所追求的价值目标。过去咱追求金钱、地位、权利，总是当咱信主了后，咱是毋是有可能将咱的价值观变成做是咱所要追求的目标甲理想？当咱今日看到这个中秋节，咱手举中秋节，迎接主耶稣基督进入咱的圣殿，甚至咱邀请主耶稣基督会当进入咱的内心的时阵，咱爱问家己，咱的目的是啥物？咱邀请主成做咱的主宰的目的是啥物？
有一个研究安尼讲，耶稣问到犹大最后为虾米要出卖耶稣？照咱圣经的记载，伊为着30两银出卖耶稣，所以咱会想讲，这个犹大真爱钱，因为伊是管钱的人。总是这个文献安尼讲，如果犹大只不过为着30块，就出卖耶稣，伊敢真正遮尔遐欠钱吗？这个30两银只不过是迄当时犹太人一个月做工的薪水。那换做咱今仔日台湾可能4、5万的薪水，军队耶稣3年久的犹大，敢讲为着这一个月薪水，伊就出卖耶稣嘛？伊背后是毋是阁有其他的目的？所以伫即个历史的记载中间，伊安尼讲，伊讲犹大其实是一个爱国分子。伊是混水党的革命分子，所以伊期待当耶稣基督来伫即个世间，伊真做门徒迄阵，主耶稣会当帮助因来杀倒当时的罗马政权，真做新的国度的国王。伊毋望耶稣会当带来以色列国的复兴甲建国，起造一个新佮独立的国家。犹大的政治的理想。毋望透过即个30块、30两银，互耶稣受掠去圣殿时阵，伫即个祭司长的面头前，会当甲因外口有一个里应外合，说服即个祭司长，互伊会当来做伙来推翻迄当时的罗马政权。犹大认为耶稣的官员甲官兵一定有法度来达成即个改革的目的。就亲像即马美国，伊想讲弹几粒飞弹，会当来杀倒伊朗的政权。总是无拍算耶稣受掠时阵，伊无辩解。伊受质问的时阵，耶稣嘛无讲任何话，就安尼耶稣受到审判，判罪爱钉死伫十字架顶。犹大听了后，伊的心真艰苦，真惊吓。看主耶稣，伊拢无反应，无嘛派天使，甲这官员全部拢甲互伊昏迷，伊会当得闪。总是耶稣嘛无得闪，就安尼受掠，受钉十字架顶。直到最后，犹大伊心。伤过艰苦来自杀，吊死伫树顶。两位兄弟姊妹，圣经讲咱的财宝伫倒，咱的心就伫倒位。今仔日咱搁一摆来思想，咱军队主耶稣，咱的心的方向到底是伫倒位？咱愿意信主，愿意来伫咧拜堂，愿意来迎接主耶稣基督，来伫咱的中间。咱真正的价值观是啥物？是毋是咱犹原亲像犹大有一个政治的理想，毋望主耶稣来会当为咱起造一个新佮独立的国家？咱是毋是将咱的财宝放伫咱的家庭？毋望主耶稣来，会当带领咱家庭全家拢信主。咱的财宝是毋是放伫咱身躯边所意爱的人？毋望主耶稣来，会当带互咱所意爱的人长岁寿，有健康的身体。总是今仔日主耶稣来，伊要提醒咱：如果咱将这个代志看作是上要紧的，咱有可能会真失望，咱有可能会犹豫。如果一旦魔鬼撒旦攻击咱的理想，攻击咱的财富，攻击咱的家庭，攻击咱的性命，咱有可能就会常常问主耶稣讲：为什么主耶稣，你要让这个代志发生伫我的身上，发生伫我的身躯边？为什么我甲你祈祷？总是你无照我的祈祷所求来成就，
各位兄弟姊妹，这个代志可能就真做咱心中真重的十字架，咱永远举袂起来。总是主耶稣要甲咱提醒，咱毋是体贴人的事，咱爱体贴上帝国的事。咱是毋是有看到更较要紧的价值？是上帝国要照着咱愿意牺牲。咱所争取的这个利益、咱的目标、咱的理想，甚至牺牲咱的性命、咱的家庭，咱要成就上帝国，来看到更较要紧的代志，就是上帝要安怎引带这个代志来完成。有可能头前无顺利，有可能头前真济的灾难败坏，总是咱看到讲有更较济人因为安尼来忍不住。因为更较侪人，因为安尼行入来教会，咱是毋是愿意为着这个代志成就来牺牲咱的利益？腓立比书3章8节安尼讲：我将一切拢看作是损失，因为我认为我的主耶稣基督做我的宝贝，为着伊，我放下一切，看万事做本色，是要得到基督。这句话是使徒保罗伊伫拄着主了后，伊性命改变了，伊对主耶稣所做的信仰告别。伊过去所争取的是一个学问，是一个律法至高至悬的这个目标。总是当伊拄着主了后，伊放弃一切，伊知影只有耶稣基督是伊性命的主，其他一切拢是基础。拢毋是上要紧的。各位兄弟姊妹，毋忘伫咱即个中秋季节，耶稣基督受难的日子，咱搁一届来思想咱过去军队主耶稣的目的甲眼光，咱是毋是愿意搁一届来调整咱的眼光？军队主耶稣最中心，举起家己的十字架，面对家己性命的问题，承认家己需要改变。需要为主来活，咱为着上帝国的成全，咱愿意牺牲家己，因为主要赐予咱永远活的盼望甲性命。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主你为着阮2000年前来伫世间牺牲你家己的性命。当正人也是主耶稣基督入城的过程，求主搁一届来调整阮信仰的价值观甲目标，互阮真清楚会当知影，主耶稣你来伫世间进入阮的生命的意义甲目的，毋是要互阮会当来成就家己所需要的一切。咱是要为着完成上帝国你的使命，至到互阮会当看清楚家己生命中的问题，毋是举别人的十字架去看别人的问题，是愿意常常反省家己是毋是有军队主耶稣，将耶稣基督放伫阮生命中的头前，求主帮助阮。求圣神真做阮的陪伴，互阮伫基督受难的这个礼拜，阮会当跟对主的脚步，一世人无偏错。安尼祈祷，感谢是靠主耶稣圣尊名，阿免。379首。愿我哪听你，我主基督。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我主
遮济，这是来奉献回应上帝疼痛甲恩典，请出现的同工。请大家起立来吟诵奉献诗382首第4节。这是请牧师先补充。今日是咱的中秋节，就是咱的受难周的一个开始吼。伫咱大顶遮有遮真水的布置，特别咱可能看这布置时，也毋知特别的意思啦吼。所以伫这所在要表达布置的人与布置这个物件的一个意义。咱若看到这个布置的时，就知影讲安怎去思考这个意义。遮有几项就是。伫这布置中间有百合花，圣经有讲咱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山谷中间的一个百合花，当然百合花伫咱的传统中间就是前面的一个贵族代表主耶稣基督伊的死。遮有这个高大的树枝吼，这个高大树枝就圣经内面所讲的咱主耶稣出伫高大的地。那高大的树枝象征咱主耶稣基督受着刑罚，受着逼迫。行往十字架的道路。至少这个布，这个布这有两边啦吼。这个象征就是讲，主耶稣基督受定的时阵，圣殿的帐幕分做两边。这两边有真大一个意思吼，因为这帐幕分做两边，咱会当亲近上帝。那所以呢，就是开一个救恩的门。咱会当来就近伫帐幕后壁这至圣所诶施恩的宝座吼。然后中秋节这是今日咱主耶稣基督去到耶路撒冷的时阵众人伫遮欢喜吼。这个中秋节呢，一直这布拖到这个第半遮吼，这就讲到。圣殿破开的时候，对圣殿中间有流出这个活水的江河吼，流遍伫全地中间所以这是整个这布置的意义吼。伫咱中秋
主日甲受难酒的时阵，透过这个布置来描写主耶稣基督伊的受难，甲伊所带来救恩的工作。我来简单报告教会消息。今日中秋日等于讲受难酒会开始啦吼。这礼拜阮有下骹这活动，3月29点半，今日下晡点半伫花市美比谷，伫岛屿天光。顶礼拜迄个活动人嘛真侪，来来去去报啊人，但是迄是对大人的，今日是对囡仔。4月初2下暗7点，拜四暗，受难酒的现场礼拜。伫咱教会迄个初3拜五下暗7点半，中区的联合圣餐礼拜伫圣德教会时间一个拜四，一个拜五啦，地点嘛无共。后礼拜是联合礼拜，国外节的联合赞美礼拜拜六下晡有一个彩排啦吼，rehearsal手3点到5点，请同工甲斗阵来出席。下晡12点半，伫601教室有迄个基要真理课程，主理是嘉义执事要受洗也是有兴趣的，葡萄柚拢会来来参加。阮甲台神合办的迄个神学课程，返璞归真，基督都左邻家吼，赵老师这讲过几啊摆请大家家己来看。传道组今年礼拜爱无限，至少爱无限的活动咱甲齐政府甲 TVS 有做4月19号下晡2点伫教会1楼啦吼，大家会使邀请朋友，我嘛有邀请咱附近的里民咯，若有咱家己邀请的朋友，较玉山干事登记报名啦吼。1楼咱有招待所，我有讲一寡迄个公告单和 DM。大家会使摕起来来做邀请用。轮值表已经伫1楼有相关的图讲，大家己摕啦吼。2025年的个人奉献证明吼，要报所得税的请大家伫1楼招待所来登记。第一批我已经收好要送去申请过来的人也是第2批啦。好，先报告到这。这是日撒格来吟祝福查恳的诗圣诗第403首，主查恳我。请起立，金刷请罗牧师来祝祷。受上帝赐福，愿耶稣基督稳定天父上帝听堂以及圣心的相通，甲咱在座各位兄弟姊妹三甲弟弟，阮每一个人拢通思想耶稣基督为着咱出世、受掠、受卖、受定十字架死的意义，
阮一世人跟对主的脚步，是因为阮看到上帝国更较大的价值，阮为着成就上帝国的利益来牺牲家己。愿主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对即时到上帝国过来的日子。阿免。请坐，灭倒。